传统艺术类金曲奖听过安部爱颁奖的，今年用新客家采茶戏团的演员陈志豪用客家台戏配判入围的最佳表演新秀奖。伊对14路开始学做戏，到近20名国家，加入用新客家采茶戏团做客家戏也超过12年了哟。伊是客家新秀，除了表演，也会希望提享受客家戏，唔单止爱培养新的演员，也爱培养看戏的人。做新地发牌的日常公主，在爱到有演出嘅配角王者，客家戏演员陈志豪，同莎士比亚剧作改编嘅翻拍融入客家戏表演，得到全年金曲奖评审的肯定，入围今年最佳表演新秀奖。很多程式性的动作是不允许在做的，因为我们锣鼓点上是不能配合的，我们要配合的是古筝。所以你自己要去设计动作，然后让导演看看你这个动作适不适合放在这一个桥段里面。那我们做了很多不同的尝试。陈志豪14好坚强，每下去做客家戏，做戏做了超过20年。除了感谢荣幸客家采茶剧团的肯选，还可认为有责任爱传承客家戏曲。戏曲文化训练出来的新人就讲，这个表演有一定的水准。但是要变到演出新戏的表态的时间，你必须要内化，你还有一段时间哦，因为后生，佢在舞台的经验有那么，故所以做乜嘅金曲奖都方，我要按到新秀奖，其实要鼓励一到新秀要出现。我觉得不见得某天初起來表演做演員。佢做的成人狀態了後，佢做的來看戲，講啊，我新人嘅世界地講哦，有客家戲啊件事情，他可以買票，花錢買票進劇場看，支持我們的客家傳統嘅文化。我們文化是我們的本質，所以我覺得客家戲絕對做唔得本期跌退，本期冇退。日本评审用扮相秀丽表演神通，冲拍以后入选新秀奖。陈志豪讲，还是把握持续用全息口腔培养新年人，爱本客家戏曲，使得传统戏以外，还爱出头天。客家新闻钟淑慧、钟志明、刘文慧台北报道。